在我们2楼这个露天广场的这个3个给厨部的联名化的这个摊位。他的名字叫做中信兄弟，是我和黄黄人们一起共同拥有的家。有很多人生中的记忆都在这里写下。那当然包括这个球场内的你我和他。Oh my body， 中信兄弟，我的兄弟，中信兄弟，我大声呐喊的时光，也是欢笑泪水的分享。Oh my body， 中信兄弟，我的兄弟，中信兄弟，我生命最美的时光，都在中信兄弟的球场。Oh my body， 中信兄弟，我的兄弟，中信兄弟，我生命最美的时光，都在中信兄弟的球场。好的，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 Passion Caesar， 还有我们的虎妞，谢谢。接下来到。